来到这个病院来看医生，拢健保的给付，也毋过有一寡大手术要使用的医疗器材，健保只有部分的负担，民众也是爱自费。重点来了，这个自费的医疗器材百种，继续嘛差真多，实在互人毋知要安怎来选择才好。这个健保署来公告着8种医疗器材自费的上限，譬如讲，真侪人会使用的这个目睭的水，人工的水晶体。也有改变的人工的骨轮，健保署调整了后，民众若是自费，会当省4万到8万外块。民众去病院看诊，有时拄到大手术，都要家己付差额买医疗器材。不过医疗器材遮侪项，无共款的诊所甲病院价钱嘛差真济，就惊讲民众开冤枉钱。健保署公告特殊器材自付差额的上限，用功能分类，然后一个 group 一个群组来定一个费用。我们会依照临床实证，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价值来做它的定价的分类。像别来将患者会用到人工水晶体，去年度9万人次使用，调整前扣掉健保给付了后，民众要自费122256块，调整后敢若需要75883块，省46373块。也有观众动脉抹药的镜仔，调整后嘛省42800块。全人工骨轮关节更加省84681块。也有其他像复杂性心脏的导管等等，拢有自付的上限。也不过医界有无同款的意见。每种产品都有它的差异性存在嘛，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都制定成一样的，个人觉得并不是说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。健保署回应讲，所有产品拢是由食药署负责的顾品质，拢是通过认证才会上市，民众免烦恼品质的问题。也不过，医界认为讲，自费差额医疗器材应该和医疗院所家己定价数，民众才有更较侪选择。